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我哋嘅體育頻道。想到最嘅體育資訊呢，記得訂閱頻道啦。紅魔球迷，大家好，今晚我哋一齊嚟慶祝一場史詩級嘅勝利。曼聯3-2利物浦，喺奧托福紅色海洋再次沸騰。我哋上半場2-0領先，被利物浦下半場閃電追成2-2之後，家門口英雄曼奴一戰定江山。呢場勝仗唔止打敗死敵，更係直接鎖定下屆歐冠資格。同時呢場亦係曼聯自2015-16球季之後首次喺聯賽雙殺利物浦。你有冇諗過1月仲掙扎喺第7位，換咗卡域卡做臨時主賽之後，我哋可以連贏 Big Six， 仲係 Round 35用咁戲劇性嘅方式鎖定前3。今晚呢集分析，我哋會由頭到尾拆解2026年5月3日呢場大戰，每一個入球，每一個轉捩點 ，XG 數據、球員評分，仲有卡域卡神級調教，同曼奴點樣成為新一代傳奇。如果你係曼聯球迷，記得即刻 like 同 subscribe， 開埋鐘仔通知，因為今晚我哋要一齊喊出 Glory Glory Man United。好，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嚟睇賽事數據同埋入球回顧。先講人腳方面，曼聯今場同上一場相比冇太大變動，基本上都係沿用翻原班陣容。今場卡韋克排出4-2-3-1，守門員拉文斯，後防打洛子、麥佳亞、希芬、蘇華，中場卡斯米路同馬奴，前場麥保姆、隊長波奴、顧娃，前鋒斯蘇高。門將、後防、中場到前線都係熟悉嘅組合，重點係中前場嘅銜接同壓迫做得幾好。利物浦方面，因為前線有幾個人傷兵，整體人腳唔算完整，所以前場火力同配合都受咗影響。今場佢哋喺進攻端明顯缺少變化，尤其係禁區內嘅威脅唔算多。賽前大家都知呢場係今屆其中一場最重要嘅比賽。曼聯需要3分去穩固前5，利物浦就想爭住前3，或者至少阻住我哋。奧托福氣氛前所未有咁熾熱，曼聯好早就入波，6分鐘左右已經由古亞喺禁區邊緣一腳勁射，生中麥亞利斯打個 pat pat， 皮球直穿死局先開紀錄。呢球其實係一個角球攻勢，前點同後點嘅配合做得好快，利物浦喺防守上有少少收得太後，結果俾對方喺外圍再轉向之後揾到起腳空間。第14分鐘，曼聯把握到利物浦防線混亂嘅情況，布奴喺右路傳中，皮球俾利物浦守門員 Freddie Woodman 撥咗一下，彈到斯蘇哥身前，斯蘇哥身體一頂，皮球就滾入網，成功拉開到2-0，奧托福即刻歡呼震天。不過直播嗰陣，利物浦球員即刻投訴手球，鏡頭重播顯示皮球好似輕輕擦過斯蘇哥嘅手或者手指甲邊。VAR 即刻介入檢查咗近在3分鐘，全場球迷都好緊張，奧托福一度好靜等住判決。結果呢？ VAR 同球證確認入球有效。Premier League 官方解釋冇決定性證據證明斯蘇哥手球，所以入球成立。作為曼聯球迷，我哋絕對支持呢個決定。就算真係有輕微觸碰，都係冇意識、冇故意手球嘅情況下發生。足球規則講明要 clear and obvious error 先可以推翻，呢啲指甲邊根本唔夠位。呢兩球反映出曼聯今場喺定位球同禁區攻防上都比對手更有準備。呢個年輕前鋒斯蘇高今季已經係我哋嘅殺手鐧啊！速度、身體對抗、把握能力全部頂級。佢今季入口效率高到爆，呢球入完之後更加信心爆棚。利物浦上半場其實都唔係完全冇控球，佢哋喺外圍有較多傳導，但係真正入到中路打到曼聯防線身後嘅機會唔多。曼聯中場壓迫做得幾好，中場卡斯米魯同曼奴捉起鐵壁，令利物浦好多進攻都只可以喺邊路同外圍來回傳送。班奴嘅傳球視野又再次證明佢係世界級。上半場我哋完全主導，雖然控球只有37%，但轉守為攻效率極高，上門同埋 XG 大幅領先。
球迷朋友，你感受到未？嗰種久違嘅我哋係曼聯嘅霸氣又翻嚟啦！不過足球就係咁刺激，下半場一開波，利物浦就用2個入球閃電追平。下半場形勢開始逆轉，第47分鐘，曼聯喺中後場一次失誤俾利物浦追緊，蘇博斯乃兒把握機會自己推入禁區射入，追成2-1。呢球之後，曼聯心態上明顯有少少波動。之後，曼聯門將再出現一次犯錯，令加普把握機會扳平，利物浦一度追成2-2。到呢個時候，奧托福一時間好靜，戰局已經變得相當緊張，雙方都開始加大反擊力度。但係呢個時候就係曼聯精神最強大嘅時刻。卡維克喺場邊好冷靜，佢冇大叫，只係同球員講清楚戰術調整。結果曼聯冇崩潰，曼聯最後都頂得住。第77分鐘，屬於曼奴嘅時刻，家門口清香產品，利物浦守衛解圍到峨眉月，曼奴喺禁區邊一腳抽射，皮球擦過利物浦守衛入網，3-2，全場爆燈。曼奴衝向國旗狂奔慶祝，嗰一刻我哋全部人都感受到呢個係屬於曼聯嘅夜晚。呢球 XG 只有0.04，但曼奴用膽量同技術變成現實，佢今場評分高達8.0。曼奴今屆已經係我哋中場嘅引擎，技術、體能、膽量一樣都唔少。呢球入球之後，我哋就守到尾。雖然利物浦控球63%，但我哋18射對13射 ，XG 2.34對0.89，完全壓住佢哋。班奴8.1分，庫華同斯蘇高都交足功課，3-2完場勝利。球員評分同埋卡域方面，全場最佳毫無疑問係曼奴8.0分，第77分鐘絕殺入場 ，XG 只有0.04，但係佢用右腳低射近柱變成現實，中場攔截、推進、領導力全部頂級。呢個家門口清香產品已經係我哋未來10年嘅核心。班奴8.1分，雖然冇入場，但全場組織、視野同埋關鍵傳球係我哋進攻嘅靈魂，絕對係隊長級表現。古亞7.3分，開賽6分鐘就入場，角球攻勢好犀利。斯素高雖然有手球爭議，但入場後表現積極，速度同身體對抗好明顯。卡斯米路經驗豐富，防守端好穩。後防線方面，麥加亞同希訓都交出合格以上嘅表現。蘇爾同大陸兩邊翼位進攻防守都做得唔錯，整體全隊平均分高達6.88，完勝利物浦嘅6.59。最後嚟個總結，如果淨係睇數據，曼聯今場喺威脅性同把握機會方面確實較佳，尤其喺前半段建立到領先優勢之後，整體比賽節奏都更接近佢哋想要嘅方式。利物浦雖然控球時間有唔少，但好多進攻都停留喺外圍，真正破壞力有限。曼聯今場勝出，除咗係因為前場球員狀態好轉，亦因為中場同防守端喺對抗上做得更好。卡斯美洛今場喺攔截、對抗同保護中路方面都有明顯作用，而班奴今場創造機會能力亦非常突出。利物浦最大問題反而係防守失誤太多，後防線同門將幾次處理波唔夠穩靜，直接令比賽失控。而今場內容睇，佢哋輸波唔單止係人腳問題，更加係整體防守結構同細節執行出現咗好大漏洞。呢場勝利意義重大。第一，自2016年今季第一次雙殺利物浦；第二，鎖定歐冠席位，下季我哋又可以同歐洲頂級球隊交手；第三，證明曼聯 DNA 仍然存在，青訓加正確教練等於成功。另外一提，開波前大約1小時，一個震撼消息突然傳出，我哋永遠嘅領袖 Sir Alex Ferguson 費吉遜突然感到不適，被送入醫院。根據報道，事發當日，費吉遜一如以往咁早嚟到奧托福，仲同嘉賓影相，但突然感到身體不適，球場醫護即時跟進。大約開波前1小時，佢被送上救護車，送院做檢查。據可靠消息，呢次係預防性措施，唔係緊急情況。
費吉遜之前喺2018年有過腦出血嘅經歷，大家都好擔心。好消息係，比賽之後有消息確認，費吉遜已經出院返屋企休息，情況穩定。醫生做咗檢查，純粹係預防性。我哋好慶幸佢平安無事。卡域克賽後講：我好受影響，我哋希望佢冇事啦，我哋一直掛住佢，希望佢聽到呢場勝仗嘅時候會得到一個好嘅鼓舞。今日嘅賽後分析就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抽時間一齊討論曼聯。如果你中意呢種有啲數據、有啲戰術細節，又有真心批評同讚揚嘅分析呢，記住幫手 like， 記住幫手 subscribe， 我哋好需要你幫手 subscribe， 同埋開埋小鐘仔啊！之後每場曼聯賽後呢，我都會第一時間出片，同大家一齊吹水。下面 comment 區即刻話我知，卡域克會唔會繼續留低？夏天轉會點樣加強陣容？我哋會抽時間睇，下集我哋繼續分析。曼聯永遠係曼聯 ，Glory Glory Man United！多謝大家收看，下次見。